Google 出黃牌啦 ，Workspace Flows 三大懶人玩法一次過睇清。日日俾啲覆唔完嘅 email、執唔完嘅 Excel 表，搞到頭都大埋。而家 Google 推出嘅全新 AI 神器 Google Workspace Flow 就係要嚟拯救你寶貴嘅時間。佢係一個內置喺 Google Workspace 嘅 AI 自動化大師，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超級聰明嘅私人助理，可以幫你串連晒 Gmail、硬碟、試算表，甚至係你自己公司嘅 App， 打造一個完全屬於你嘅自動化工作流程。唔知點入手唔緊要，馬可即刻同你拆解3種最實用嘅玩法。玩法一，靠把口 ，AI 幫你砌好個 flow， 定係需要用白話文話俾 Flow 知你想做乜就得 ，AI 就會自動幫你整好個流程。玩法二，套用官方 template，Google 已經整定咗好多針對常見任務嘅預設流程，一鍵套用，改少少嘢就用得，慳水慳力。玩法三，由零開始打造你嘅超級助理，你可以好似砌 Lego 打造獨一無二嘅自動化流程，你可以將 Gmail、Google Drive、人力甚至係其他公司嘅 App 全部串埋一齊，玩法多到你估唔到。我係馬可，過 AI 自動化喺正職之外經營3個副業，做到零風險在職創業。如果你都對將工作自動化有興趣，可以 follow 我。